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湾的交通乱象，又搁就国际社群平台咯。有一个德国籍的男子骑机车载旅行的朋友，骑到台东市的临海路，甲一个小货车的驾驶发生着纠纷。因为这个小货车的驾驶要求机车爱让货车先行，双方是互相来二喇叭停落车来理论。讲这个德国籍的男子讲比重载。小货车驾驶起一个球棍啊，举出来要甲烧。这个外籍男子甲相片翕起来，甲分享起伫国外的社群论坛来问讲，伫咧台湾安尼敢是正常咧？警方来表示讲，这个小货车的驾驶涉嫌着妨害自由，外籍人士比重载，嘛互对方指控公然侮辱，两个人拢送地检署来侦办。给你按喇叭，人家不让人。外国人很大，太安全。外国人很大吗？双方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这个发财车驾驶甲镜头前这个外国人强要相拍。你为什么这么不礼貌？我们就是要超车，这样安全。一定要让车啊！你们可以等那台车过了之后再超车啊。这个外国人讲中文甲英语，这个小货车驾驶是愈讲愈激动，佮骂一寡垃圾话，甲边仔这旅行朋友弯弯做一伙。你是地下的外国人，可以给人家，是你先比。警察不要来了，警察。伊这生气是有原因，这个外国人翕到这个查甫人牙巴大的相片发到国外社群的网站，伊问网友讲，这伫台湾敢正常？头一摆伫遮拄到这款情形，更加怨叹讲，感觉咱应该使伫人行道将这个空间让予对方。伫网络大家都一直讨论啊，网友讲，这就是台湾棒球队会强的原因，哪赛哪练。代志发生伫昨下晡，台东市临海路一个德国人骑乌托邦载一个旅行的朋友，向后面一台小货车要求伊让路，两台车一直二喇叭，这个外国人我敢若比重载，小货车驾驶把大刀举出来啊！持球棒张姓男子涉嫌妨碍自由，并查扣球棒。另外，外籍男子有公然侮辱行为，全案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到现场处理，两个人拢移送。亚巴达这个现场查甫人，有网友抛出伊的相片，并且有买新车的相片，看起来敢若真爱车，毋过驶车的习惯真歹。这一个破文章，唔若好国外游客感觉讲台湾人拄着行车纠纷，干会亚巴达来处理。有一个网友讲，这真正真见效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